我幫你拍視頻了。哦，又會拍視頻哈。好，今日呢我就做咗副家煮鹹菜，就自己嘅做法哈。拍視頻以來呢，就也在視頻上學好多東西，因為做菜之後啊，好多人指點，在評論區講有咩去煮過好，一段時間也進步好睇。多謝大家哈，在評論區講一趟。好，就準備半條副架就可以，因為副架冇多，多嘅話就副嘅，又有鹹菜。好，副架就咁樣切就可以哈。好，嚟就鹹菜啊，就改刀改短啲，就咁樣切就可以啦。鹹菜長嘅切短啲，又要準備啲雞湯。嚟，水杯之後放啲鹽流油嘅，副架放落去沸水。好，副架就先沸水，沸黏啲仔，落鹹菜。好，放啲豬肉、蒜蓉、雞湯放落去。好，然後就放落去做。好，然後調味呢就放啲鹽雞粉，放啲魚落去就可以。好，然後呢就要煮久啲仔，然後好嘅時候放啲花生油去起鍋就可以了。現在就做好了哈，副架煮鹹菜，然後呢就撈一杯嘅鹽過底嘅，然後出發也好可以嘅。哦，係冇雞湯啊，放啲肉絲去煮出雙湯嚟煮，也好食。